同學大家好，我係聖公會青衣語音小學視藝之星楊子晴。我係視藝之星烏曉蓉。渣打藝賽嘉年華係香港最具標誌性嘅大型戶外青年藝術活動，今年再遇重臨，嚟到維多利亞公園。今年以法國作家凡爾納嘅歷險小說為主題，80日環遊世界，為大家送上1連2日嘅精彩節目，包括氣勢磅礴嘅巨型木偶巡遊、15個互動藝術攤位、舞台表演、非洲鼓樂坊、現場講故事，超過1000件作品展覽，重現80日環遊世界嘅經典歷險情節。巨型木偶更會驚喜現身，與觀眾見面和拍照，讓大家可以近距離欣賞巨型木偶匠心獨運嘅工藝，歡度一個充滿笑聲和創意嘅週末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依家就同大家重溫當日嘅精彩片段啦！今次嘅節目實在好精彩啊！每個同學都獲得難忘嘅藝術體驗。期望下